你係咪成日聽屋企老人家講話牙痛慘過大病？呢句說話真係一啲都冇誇張。喺香港，老人家想睇牙醫，一係就去排嗰啲凌晨3、4點就要起身去攞籌嘅政府牙科診所，排到天黑都未必排到個位；一係就去私家診所，但係嗰度啲收費喐下都要幾千蚊，甚至過萬蚊。對於好多攞緊津貼嘅長者嚟講，真係一筆好大嘅負擔。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輩正係因為牙齒問題而食唔安、瞓唔落，甚至因為驚貴而忍住唔去睇醫生，咁你今日一定要聽清楚我接住落嚟講嘅內容。因為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真係可以幫到手，仲要係免費嘅大好消息，就係賽馬會智齒保健計劃。呢個計劃唔單止提供免費嘅口腔檢查，仲包埋洗牙、補牙，甚至係除牙，總之就係一條龍服務。我知大家平時聽埋唔少計劃，但呢個計劃最特別嘅地方係佢針對嘅對象非常之準確，特別係對於嗰啲患有腦退化症或者帕金遜症嘅朋友，佢哋嘅牙齒保健其實係更加難做，亦都更加需要專業嘅照顧。好啦，大家坐定定，我而家就由頭到尾逐一話俾大家聽呢個計劃嘅細節，邊啲人合資格，同埋點樣去申請。首先，我哋要明白點解呢個計劃咁重要。大家想象下，如果你今年已經係65歲，甚至係70幾、80歲，身體機能開始退化，如果仲要受牙痛之苦，嗰種折磨真係好難受。好多長者因為牙齒唔好，食唔到嘢，營養吸收差咗，身體自然就越嚟越弱。而呢個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嘅賽馬會智齒保健計劃，正正就係要填補現時公營牙科服務嘅不足。講到合資格嘅申請人，呢度大家要留意啦。呢個計劃主要係針對緊一啲有經濟需要或者身體狀況比較特殊嘅人士。如果你或者你屋企人現時係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或者係傷殘津貼，咁你就已經踏入咗申請嘅門檻。仲有啊，如果你係使用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即係我哋成日講嘅社區券，你一樣係符合資格嘅。呢幾類人士平時生活開支已經要好計較，醫療開支更加係能慳就慳，所以呢個計劃對佢哋嚟講，簡直就係及時雨。但係最令我覺得呢個計劃窩心嘅地方，係佢特別提到咗腦退化症同埋帕金遜症嘅患者。點解呢？因為呢兩類病友喺護理牙齒上面係面對住好大嘅困難。例如腦退化症嘅長者，佢哋可能已經忘記咗點樣正確去刷牙，或者唔記得咗自己啱啱先刷完，又或者佢哋對睇牙醫會產生一種莫名嘅恐懼，唔識得點樣配合牙醫嘅指令。而帕金遜症嘅朋友，因為手部震顫，好難得揾支牙刷，咁樣刷牙自然就刷得唔乾淨。長期落去，牙周病、蛀牙呢啲問題就會接踵而來。呢個賽馬會智齒保健計劃會有專門嘅團隊，甚至係有經驗應對呢類特殊需要患者嘅牙醫，去為佢哋提供服務。呢種專業同埋耐性，係一般私家診所未必可以提供到嘅。講返服務內容，呢個計劃真係好全面。第一步就係免費嘅口腔檢查，牙醫會幫你仔細睇下每一隻牙嘅狀況，睇下有冇邊度蛀咗，牙齦有冇發炎，或者有冇邊隻牙已經鬆到一定要拔除。之後，如果牙醫覺得有需要，就會安排免費洗牙。洗牙唔單止係為咗美觀，最重要係清除嗰啲平時刷唔到嘅牙石，預防牙周病。如果檢查發現有蛀牙，計劃仲會包埋補牙。大家知啦，喺外面補一隻牙，閒閒地都幾百至1000蚊，如果蛀得深，可能仲貴。喺呢度係免費嘅。最後，如果隻牙真係救唔返，或者會引起更加嚴重嘅發炎，牙醫亦會提供免費嘅脫牙服務。不過，我要喺度提提大家，呢個計劃係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嘅。大家要明白，雖然賽馬會好慷慨，但係香港有需要嘅老人家真係好多，醫療資源始終係有限。所以我一見到呢個資訊，就覺得一定要第一時間拍片話俾大家聽。如果你身邊有長輩係合資格嘅，千祈唔好等，唔好話等聽日先啦，等下星期先啦，因為名額一滿咗，你就要等下一輪，或者可能就冇價啦。咁具體點樣申請呢？其實流程唔算太複雜，通常呢類計劃都會透過一啲指定嘅非牟利組織或者牙科診所去進行。你需要準備好你嘅身份證明文件，例如身份證，證明你係香港居民。另外，最重要嘅係證明你領取緊相關津貼嘅文件，例如社會福利署發出嘅津貼通知書，或者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嘅銀行存摺記錄。
如果你係腦退化症或柏金遜症患者，最好有相關嘅醫生證明或者診斷記錄，咁樣個計劃嘅工作人員就可以更快速咁幫你分流同安排。我成日都講，健康係無價嘅，而牙齒健康更加係晚年生活質素嘅關鍵。試諗下，如果你80歲嘅時候仲可以咬得喐燒肉，食得到清脆嘅生果，嗰種幸福感係錢買唔到嘅。相反，如果因為無錢睇牙，搞到成口牙甩晒，只能夠食稀粥或者糊仔，人生嘅樂趣真係少咗一大半。所以政府同機構推出呢啲計劃，我哋一定要識得去善用。呢個計劃背後嘅意義，其實遠遠超過咗免費睇牙咁簡單。佢係一種社會關懷，特別係對嗰啲喺社會邊緣或者係因為身體狀況而被忽視嘅一群。腦退化症患者有時未必識得表達自己牙痛，佢哋可能只係表現得焦躁不安，或者唔肯進食。作為屋企人或者照顧者，如果你發現老人家有呢啲情況，而佢哋又好耐冇睇過牙，咁好大機會就係牙齒出咗問題。呢個計劃就提供咗一個平台，令呢啲唔識表達自己需求嘅病友得到應有嘅醫療照顧。我想再強調一次，呢個計劃嘅服務對象係包括咗：第一，65歲或以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士；第二，領取傷殘津貼嘅人士；第三，使用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嘅人士。而患有腦退化症或柏金遜症嘅朋友，係會得到優先或者特別嘅照顧安排。呢度所講嘅年歲，即係65歲，大家一定要記住，係以身份證上面嘅出生日期為準。如果你今年係64歲，可能就要等多年啦。但如果你已經係65歲或以上，就即刻去了解下。喺香港生活，資訊往往就係機會。好多時唔係冇服務，而係大家唔知有呢啲服務。所以，如果你睇到呢度，覺得呢個資訊對你有用，或者對你屋企人有用，記得要記低賽馬會智齒保健計劃呢個名。你可以去附近嘅長者地區中心問下啲社工，佢哋通常都好清楚呢啲最新嘅醫療計劃，甚至可以幫你打電話去查詢名額同埋預約。另外，我想同啲照顧者講幾句，照顧腦退化症或者柏金遜症嘅長者，真係一件好辛苦嘅事。每日幫佢哋沖涼、餵飯、換衫，已經耗盡咗你哋嘅體力同心力。牙齒衛生呢環，往往係最容易被忽略，但又最容易引起併發症嘅一環。如果長者因為牙周病引起細菌入血，甚至係引起吸入性肺炎，嗰陣就真係大件事啦。所以趁而家有呢個免費計劃，帶佢哋去檢查下、洗個牙，其實係幫緊老人家之餘，亦都係減輕緊你自己日後嘅照顧壓力。講返個計劃嘅細節，洗牙服務通常係每年1次或者2次，視乎牙醫嘅專業判斷。補牙同脫牙就係按需提供。有啲朋友可能會問，使唔使錢㗎？真係1分錢都唔使出。根據目前嘅資料，只要你符合嗰啲津貼資格，基本嘅口腔檢查、洗牙、補牙同脫牙都係全數資助嘅，你自己係唔需要俾錢嘅。呢種資助模式對於好多基層家庭嚟講，真係減輕咗好多心理負擔。喺呢個咁繁忙嘅社會，我哋往往追求效率，但往往忽略咗慢落嚟關心身邊人嘅基本需要。牙齒雖小，但關乎大局。我想請大家幫個忙，如果你睇完呢條片，諗起你隔籬屋個張伯伯係攞緊津貼嘅，或者你個親戚你婆婆有腦退化症，請你將呢個賽馬會智齒保健計劃嘅資訊話俾佢哋知，或者話俾佢哋嘅子女知。可能你一個簡單嘅舉動，就幫到一個老人家解決咗困擾佢幾年嘅牙痛問題。最後，我想再提醒多次，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呢句話唔係口號，而係現實。香港嘅資源競爭好大，好嘅計劃一出，通常好快就額滿。所以，如果你符合條件，請盡快行動。你可以嘗試喺網上搜尋呢個計劃嘅官方聯絡電話，或者直接去諮詢你熟悉嘅社福機構。唔好等到牙痛到要攞命嘅時候先去諗辦法，預防永遠勝於治療。總結一下，今日我同大家講咗賽馬會智齒保健計劃。呢個係專門為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或者用緊社區券嘅人士而設嘅，特別係腦退化同柏金遜症患者，有免費檢查、洗牙、補牙同除牙。記住，係65歲或以上嘅長者優先。如果你身邊有需要嘅人，記得要將呢個消息傳出去。大家一定要保持身體健康，特別係要保護好嗰幾隻老本牙齒。希望呢個資訊可以幫到大家，令到更多香港嘅老人家可以笑口常開，食得好，瞓得好。
如果你對呢個計劃仲有咩疑問，或者你有參加過類似計劃嘅經驗想分享，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我哋互通消息，互相幫忙。記得啦，行動要快，名額唔等人㗎。希望大家都可以善用呢啲社會資源，為自己或者為屋企人爭取最好嘅醫療照顧。我會繼續為大家留意住香港各種各樣嘅福利同醫療資訊，一有最新消息，我會第一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大家去申請嘅時候，最好先打電話去查詢一下仲有冇名額，咁樣就唔使白行一趟。同埋預約嘅時候，可以主動講清楚長者嘅身體狀況，例如佢係咪有腦退化症，會唔會好驚睇牙醫，或者有冇一啲特別嘅藥物敏感。咁樣牙科診所就可以預先做好準備，安排一個比較安靜嘅環境，或者安排一位更有經驗嘅牙醫去處理。另外，好多老人家可能會有個誤解，覺得我都咁大年紀咯，啲牙甩咗就由得佢啦，唔使睇啦。呢種觀念其實係好錯嘅。就算你只係剩返幾隻牙，嗰幾隻牙嘅健康都係好重要，因為佢哋係支撐住你成個口腔結構嘅關鍵。而且，牙醫亦可以檢查下你嘅牙肉狀況，預防口腔癌或者其他嚴重疾病。所以，無論年紀幾大，只要仲有牙，就要好好保護。呢個計劃之所以咁值得推介，係因為佢真正做到咗病向淺中醫。好多時，一粒細細嘅蛀牙，如果你唔理佢，慢慢就會變大，最後要杜牙根或者除牙。如果你能夠喺初期就透過呢個計劃免費補咗佢，咁就慳返好多功夫同痛苦。洗牙亦都係一樣，定期洗牙可以去除牙石，防止牙周病導致嘅牙齒鬆動。呢啲預防性嘅治療，對長者嚟講意義非常之大。再講講關於長者生活津貼同傷殘津貼嘅部分。如果你目前係領取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即係俗稱嘅大生津，或者你係領取緊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即係小生津，你都係符合資格嘅。至於傷殘津貼，不論係普通等定係高額等，只要你有嗰張由社署發出嘅證明文件，基本上就冇問題。至於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呢個通常係針對緊一啲需要中度或嚴重護理程度嘅長者。呢類長者往往更難親自去排政府牙科，所以呢個計劃對佢哋嚟講直情係救星。大家要記住，呢個計劃係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嘅。賽馬會喺香港一直都支持好多民生項目，而呢個牙科計劃係其中一個非常接地氣、直接惠及基層嘅項目。我哋作為市民，應該要多啲關注呢類資訊。有時政府嘅資源未必覆蓋得晒，但係透過呢啲慈善基金嘅計劃，往往可以捕捉到嗰啲灰色地帶。我想再同大家分享一個案例。我有個朋友嘅爸爸，今年82歲，有輕微嘅腦退化症。以前帶佢去睇私家牙醫，佢一見到嗰啲儀器就驚到想走，搞到牙醫都好難做，最後仲要收返幾百蚊診金，但咩都做唔到。後來佢哋參加咗類似呢類有針對性嘅服務計劃，啲牙醫同護士真係好有耐性，慢慢控過老人家，仲會分開幾次去做，等老人家慢慢適應。最後張伯伯終於洗咗牙，仲補咗2隻蛀牙，而家食嘢胃口好咗好多。呢個例子話俾我哋聽，專業嘅對待同合適嘅計劃，真係可以改變長者嘅生活。所以如果你屋企嘅長者都係咁樣，千祈唔好放棄，試下呢個賽馬會智齒保健計劃，或者佢哋嘅專業團隊可以幫到你。呢個計劃唔單止係幫長者睇牙，仲係幫緊成個家庭。當老人家嘅牙齒健康咗，佢哋心情會好啲，身體會強壯啲，作為子女嘅你，壓力亦都會相應減少。最後嘅最後，我再次呼籲，請大家將呢段說話或者呢個計劃嘅核心資訊傳送俾你手機入面嘅親戚長輩群組。可能你只係需要1分鐘時間去轉發，但對於某啲正受牙痛困擾嘅長者嚟講，呢個可能係佢哋今年收到最好嘅消息。記住啦，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合資格就快啲去申請啦。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細節，例如具體嘅參與診所名單，或者想知點樣幫行動不便嘅長者預約，你可以喺留言區留言，我會盡量揾更多資訊回覆大家。或者你亦可以直接打去賽馬會相關嘅諮詢熱線。大家加油，我哋一齊守護長者嘅口腔健康。我想再深入少少講下關於腦退化症同柏金遜症患者喺牙科護理上嘅獨特性。對於呢兩類患者，一般嘅牙科檢查可能已經係一個巨大嘅挑戰。腦退化症患者可能會因為環境嘅陌生而感到極度焦慮，甚至出現行為問題。而賽馬會智齒保健計劃所合作嘅專業團隊，
通常都會接受過相關嘅培訓，知道點樣用一啲特殊嘅技巧去同呢類患者溝通。例如，佢哋會用講、比、做 tell so do 嘅方法，先慢慢解釋俾長者聽要做啲乜，再展示下啲儀器，等佢哋冇咁驚之後先開始做。對於柏金遜症患者，佢哋嘅吞咽功能可能亦都受到影響。喺牙科治療過程中，如果唔小心，可能會引起槍揩。所以，專業嘅牙醫會特別留意吸水同排唾液嘅過程，確保患者喺治療期間係安全同埋舒服嘅。呢啲細節，正正就係呢個計劃最寶貴嘅地方。佢唔係只係俾你一筆錢去睇牙，而係提供一個合適嘅醫療環境俾呢啲有特殊需要嘅群體。我再提一提大家，呢個計劃係包含咗免費嘅脫牙服務。喺香港，脫一隻牙嘅收費由幾百蚊到過千蚊不等。如果係一啲位置比較複雜嘅牙齒，收費仲會更高。對於一啲已經嚴重鬆動或者發炎嘅牙齒，脫牙係唯一可以即時止痛同防止感染擴散嘅方法。如果你身邊有長者因為怕貴而一直忍住隻爛牙，請你一定要話俾佢聽，呢個計劃係可以免費幫佢解決呢個心頭大患嘅。另外，大家亦都要留意，雖然呢個計劃係免費，但係我哋都要尊重醫療資源。如果你預約咗時間，記得一定要準時出席。如果你因為一啲突發事情去唔到，亦都要盡早打電話去取消或者改期，將個位讓俾其他更有需要嘅老人家。因為我哋頭先都講過，名額係有限嘅，每一分資源都應該被妥善運用。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咁如果我屋企人唔係領取緊呢啲津貼，但係經濟真係好困難，又有腦退化症，咁有冇得申請呢？呢個情況，我建議你一樣要去諮詢下。雖然個計劃有明確嘅合資格標準，但有時社工或者相關機構可能會有其他嘅補充資助，或者可以幫你轉介去其他適合嘅計劃。總之，唔好因為覺得唔合資格就唔去問，主動去揾資源，係解決問題嘅第一步。最後，我想講返呢個計劃嘅名賽馬會智齒保健計劃。呢個名改得好有意思，智字除咗代表智慧，其實亦都隱含咗對認知障礙症即係腦退化症患者嘅關愛。牙齒唔單止係用嚟食嘢，佢仲關係到一個人嘅尊嚴同社交生活。一個有齊牙齒、笑得燦爛嘅長者，佢哋會更願意出去同人傾偈，更願意參加社區活動。呢種身心健康嘅全方位提升，先至係呢個計劃最終嘅目標。好了，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啦。我真係好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有需要嘅朋友。如果你覺得內容實用，請幫手點個讚，同埋分享出去。你嘅分享可能就係某個長者告別牙痛嘅開始。我哋下次再見，大家記得要好好照顧自己同埋身邊嘅長輩啊！我想再同大家分享多一點關於口腔檢查嘅重要性。好多老人家以為只要牙齒唔痛就代表冇問題，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區。好多口腔問題，例如初期嘅牙周病或者輕微嘅蛀牙，喺早期係完全冇痛感嘅。等到你感覺到痛嘅時候，通常已經係蛀到入牙髓，或者牙周組織已經受損得好嚴重。透過賽馬會智齒保健計劃提供嘅免費口腔檢查，牙醫可以利用專業嘅工具，甚至係 X 光檢查，去發現呢啲肉眼睇唔到嘅隱患。呢種預防勝於治療嘅觀念，係我哋每個人都應該要有嘅。特別係對於柏金遜症嘅朋友，佢哋因為藥物嘅副作用，或者因為唾液分泌減少，好容易會出現乾口症。口水分泌唔夠，就會失去保護牙齒嘅自然屏障，令到蛀牙嘅機會大大增加。專業牙醫喺檢查過程中會留意到呢啲情況，並提供相應嘅建議，例如使用特殊嘅牙膏或者漱口水去改善口腔環境。呢啲專業嘅指導對患者嚟講係非常重要嘅。再講下補牙，好多長者以為牙齒崩咗少少唔緊要，或者蛀咗個細窿，只要唔痛就唔使理。但其實呢啲細窿係細菌嘅溫床，細菌會喺入面不斷繁殖，最後令到成隻牙報廢。呢個計劃提供嘅免費補牙服務，係用耐用嘅材料將呢啲窿窿罅罅填補好，唔單止恢復咗牙齒嘅功能，仲可以防止問題惡化。如果你身邊有長者係使用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嘅，佢哋通常都已經係經過咗社署嘅評估，確定係需要一啲支援嘅群體。佢哋嘅生活圈子可能比較窄，資訊接收亦都比較慢。作為鄰居或者義工，如果你知道呢個計劃，主動提下佢哋，或者幫佢哋打個電話去諮詢，呢種鄰里間嘅互助係香港社會最寶貴嘅財產。我想再次強調，呢個計劃嘅名額真係有限。
大家唔好以為呢啲計劃會永久開放。好多時呢類慈善資助項目都有一個特定嘅執行期限或者名額總數。如果你等到全香港嘅人都知道咗呢件事，到時可能已經要排好長嘅隊。所以一係唔做，一做就要快。喺我結束之前，我想再同大家複述一次最關鍵嘅資訊。計劃名稱係賽馬會智齒保健計劃，服務內容包括免費檢查、洗牙、補牙同脫牙。合資格人士包括領取長者生活津貼普通或高額、領取傷殘津貼、使用長者社區券嘅人士，特別係針對腦退化症同柏金遜症患者。年齡要求係65歲或以上。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呢個機會。健康係需要自己去爭取同守護嘅。希望每位睇到呢度嘅朋友都能夠將呢份關愛傳遞出去。如果大家對申請程序仲有任何細節想知，例如想我幫手揾下邊區有邊啲參與嘅診所，你可以留言話俾我知你住邊區，我會盡我所能去幫大家搜集資料。祝大家身體健康，牙齒壯健，食乜都咁香。如果你中意呢類分享，記得關注我，我會繼續為大家發掘更多實用嘅香港生活資訊。我哋一齊喺呢個城市入面互相扶持，過得更好。下次見。